11冚天鐵翼，今季呢只馬同嗰只紅日社都好似嘅，其實兩隻灰馬都唔係佢哋最好嘅時候。咁啊，今日頭先有啲過關飛，我相信係個一檔啦，因為今晚啲短途內檔係有啲着數，但係呢個計狀態呢，我覺得就唔係特別嘅。係啊，灰馬都即係過咗氣嘅少少，個火氣亦都唔係話好足啊呢個階段。賽前就睇翻佢5月中都停過啲操練啊，呢只冚天鐵翼，咁啊叫臨尾省翻個大閘就嚟到跑啦，過得去咁嘅觀感咯。馬房啊，今晚都有啲位置嘅。但係田泰安啊，又係都路路勁上名啫喎。係啊，最後入閘係2號錢莊，全部馬匹準備投檔9場賽事，3班千二，第二暫時顯示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北地烈馬外邊可靠大師啊，進佔第3位有王者有利啊，內欄第4灰馬冚天鐵翼啊，南山黑帽咧第5位進佔第4電源之區啊，響外邊有沙井之友啊，後邊嘅馬匹咧有嘉應勇將快活英雄啊，後邊嗰4匹分別有長勝金剛啦，尾3位至志滿同行啦，尾2號錢莊暫時包尾喎係觀眾之力嚟㗎，咁啊過晒呢個800啦，前面一對就肥㗎啦，外邊位置可靠大師，埋邊呢就北地烈馬落去咗個零身位，電源之區呢就第3，內欄第4係王者有利啊，再落後個幾身位，第5位就沙井之友，第6位灰馬黑衫冚天鐵翼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有呢隻嘉應勇將快活英雄啊，尾4長勝金剛，尾3 2號錢莊，尾2呢志滿同行包尾入直路係觀眾之力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外檔冚咗上嚟啊，電源之區出咗嚟先，中檔位置追佢嘅嘛，有沙井之友，咁啊外邊位置冚天鐵翼啊，出邊仲有嘉應勇將啊，咁啊再外邊位置就觀眾之力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嘛電源之區，冚天鐵翼上緊嚟，最出位置衝啊，觀眾之力好犀利啊，接近終點第1名相當近啊，冚天鐵翼中間透出咗，外邊追上嚟，縮住嚟跑喎，今次嗰隻觀眾之力啊，中間位置仲有嘉應勇將，咁啊至於第4名啦，埋邊電源之區，咁啊中間仲有紅衫嗰隻沙井之友，頭馬係冚天鐵翼定係出邊觀眾之力呢？哇！尾場都打得幾精彩嘅，但係導線嗰下咪灰馬冚天鐵翼導線先呢？觀眾之力留到去包尾飛出大外檔追啊，要影相相當之近。但係好似鼻頭入邊灰馬第一眼啊望落去，好似佢機會大啲，要影相。喺啡燈喎，如果係嘅話就咁，但係都要影啊。咁啊，頭2名要影相，咁啊第3呢就係3號嘅嘉應勇將，咁啊電源之區呢就跑到第4啊，咁啊都好接近啊。咁睇下方嘉柏可唔可以4 win 啊？我哋睇重播先啦。睇翻張相，灰馬啱啱導線先，冚天鐵翼啊，臨尾落到啡燈。好，即刻睇下第9場嘅預計派彩啦。跑第1名啦，11號馬嘅冚天鐵翼啊，6到獨贏呢得翻51個半嘅啫，位置就21個半啦。第2名就係4號馬嘅觀眾之力，位置派彩18蚊。第3名就係3號嘅嘉應勇將啦，位置呢幾冷嘅喎，76蚊。第4名呢就係6號馬嘅電源之區，連贏位4搭11呢派169個半。2重彩11號、4號順序派373蚊。3重彩方面啊，11號、4號、3號順序派10,783蚊。今日單 T 嘅組合呢就係3、4、11嘅，派1,629蚊，1,629蚊。位置 Q 方面係點呢？4搭11 56個半，3搭11 259蚊，3搭4呢就226蚊嘅。完成時間1分09秒6。啡燈得手，偉達笑逐顏開就係呢啲啦。騎師王1嘅預計賽果係編號2號啊，莫雷拉42分封王，咁啊夾住方嘉柏今日一齊啦，係齊封王啊！不過隻馬喺閘前係咁做熱身打圈走馬，咁樣落到啡燈嘅，
今日中外搭追得好嗰啲，除咗極光之子之外，全部都係方嘉柏嗰啲馬嚟嘅。福晉啦，今場嘅觀眾之力啦，仲加埋武林寶典啊！潘頓選擇揀入邊嗰度，其實佢 check 咗一下，大把位揀嘅，其實嗰度啊，但係佢係專登揀咗入邊嗰度。咁啊，再提下大家啦，嚟緊7月12號星期日呢，就係沙田嘅殺科日啊！咁啊，頭場開跑就下晝4點鐘嘅。咁啊，至於馬季殺科就係再下個星期三啦。睇埋個4連環派彩啦，3、4、6、11嘅組合啊，5578蚊。四重彩方面啊，11號、4號、3號、6號順序派76,658蚊。睇翻尾場嘅直鏡啦，出閘。咁啊，電源之區嗰啲呢，有啲逼夾啊，嘉應用像硬咗埋去啊！咁觀眾之力原來係俾人夾咗落去嘅，咁啊結果就拖後啦。但係志滿同行都好後啊，咁啊前邊誒各不相讓啊，北地烈馬啦，同埋就可靠大師，王者有利本身都幾好位嘅，咁啊隔離就電源之區啦，沙井之友貼欄就冚天鐵贏馬，其實跑得好，嘉應用像都喺王者有利附近嘅。後邊發匯英雄啦，二澳前莊個搶口，咁啊睇下莫雷拉幾時轉定出去啦。咪跑跑下，即係後追好啊！咁啊笪地，而我前莊都真係捉到口密密啊！嗱，睇下潘頓，其實呢位好鬆啊，王者有利包雙下定出嚟二碟得唔得呢？得㗎，嗰度真係夠位喎。咁啊，仲係固守內欄，咁冇啦，呢度咁隔離嗰個阿妹嚟啊！一西一撞，跟住散咗啦隻馬都。睇下觀眾之力啦，有啲內閃抽住左邊疆城。我諗唔係抽呢下耐咗，都係啊真係有價講。嗰下片咗入去，相反田泰安騎下騎下，俾佢到。疆城都鬆晒㗎啦。好啦，派彩作實，復榜完畢。位置 Q 4搭11派56個半，3搭11派259，3搭4派226。二重彩11號、4號順序派373蚊。四連環3、4、6、11派5578。四重彩11號、4號、3號、6號順序派76,658蚊。孖寶頭關9，尾關11嘅正獎派606個半，射4號嘅安慰獎派49個半。第四口孖 T 啦，就派25,3,522蚊。第二口三寶頭關8，次關9，尾關11嘅正獎派15,381蚊，射4號嘅安慰獎派1,539。六環彩派4,634。六寶獎啦，就派31,4,391。騎師王1嘅最後賽果，騎師編號2號莫雷拉以42分封王。
分段時間頭段23秒02，第二段22秒68，末段23秒9，賽事時間1分09秒6。